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 EKMC 醫療體驗升級，一站式理賠更安心。病受傷冇人想遇上，但萬一出事需要接受治療，你又知唔知你手上嘅醫療保單可以點樣幫到你？今日就帶你進入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用幾分鐘教你搞清楚醫療保險理賠嘅關鍵步驟，體驗真正嘅醫療免煩惱。了解保險理賠方式。浸會醫院同埋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 EKMC 已納入多間保險公司嘅網絡醫院名單內，能夠為大部分持有醫療保險嘅客人提供醫療直付、預先批核、出院免找數等服務。簡單嚟講，客人可能唔使自己先墊支醫療費，而係由 EKMC 業務及保險支援部嘅同事待客人診症後，再幫客人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及確認之後嘅醫療費用係咪可以由保險公司支付。具體操作係點？即刻帶你一步步睇清楚。首先，為咗令理賠流程更順利，持有保單嘅客人喺進入 EKMC 接受治療之前，需要自行預先做好3件事：一、攜帶重要文件，包括身份證、醫療卡或保單號碼等；二、攜帶保險理賠申請文件，包括理賠申請表格或預先批核表格；三、同保險公司或經紀確認保單涵蓋範圍，並預先了解係咪需要申請預先批核。而現時浸會醫院及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接受以下保險理賠方式。第一類，醫療直付服務。一般客人經醫生於院內診症之後，醫生就會訂下治療方案，然後 EKMC 嘅保險支援部會聯同所需文件盡快遞交俾有關保險公司作申請，及由保險支援部跟進。呢個時候，客人只要安心等候結果及專心休養。醫療直付服務大致有2個選項。選項一，預先批核 （Pre-Approval） 及出院免找數 （Cashless Arrangement） 或醫療直付 （Direct Billing）。EKMC 保險支援部同事會喺客人會見醫生及確認治療方案之後，或正式接受治療前嘅日子，向保險公司提交預先批核申請。整個過程約需5至7個工作天。審批通過之後，保險公司會向醫院發出俗稱免找數保證書，代本院確認，令客人無需先行墊支大筆醫療費用，而係由 EKMC 直接與保險公司結算。選項二，團體醫療卡。如果客人擁有團體醫療卡，只要經我哋同事核實後，就可以直接掛賬，享受免找數更快捷嘅服務。如果想了解你手上嘅團體醫療卡係咪合資格或其他詳情，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嘅職員為你講解。最後提提你，由於浸會醫院及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暫時未能與海外保險公司簽訂直接支付服務，故需由客人自行聯絡保險公司，了解是否可以揾香港區第三方代理公司協調後，再安排發出擔保信。如客人有需要，亦可以揾我哋嘅同事提供相關資料。第二類，保險理賠方式，自行付費後索償。一般使用自行付費後索償方式嘅客人，係需要自行收集所有醫療收據正本，填妥索償表格，仲要趕喺限期之前交齊文件，先可以申請索償。不過，身為浸會醫院及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嘅客人，就可以喺業務及保險支援部嘅協助下，輕輕鬆鬆一次過收取到相關嘅索償文件及表格。客人只需要將我哋為你準備好嘅索償文件包遞交俾保險公司，就可以申請索償，安心治療，理賠零奔波。我哋浸會醫院及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業務及保險支援部嘅同事、醫生及醫護人員會繼續通力合作，並與多間保險機構保持緊密溝通，協助每位客人處理理賠事宜。無論你係浸會醫院定係香港浸信會醫院東九龍醫療中心嘅客人，都唔使再為整理理賠文件而煩惱，只需專心接受治療，輕鬆做到理賠零奔波。